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職場或者讀書嗰陣遇到啲好難嘅難題，你第一反應係諗死啊！我一定係唔夠聰明，呢啲嘢唔啱我做噶，定係你會覺得真係好，我有機會學新嘢啦？原來呢一個微小嘅心態差別，其實就係決定緊你一生能唔能夠發揮潛力嘅關鍵。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 Carol S. Dweck 喺佢長達數十年嘅研究生涯中，致力於解答一個睇落簡單，但影響深遠嘅問題，點解有啲人可以持續成長，並且突破極限，而另一啲天賦卓越嘅人，就往往喺挫折面前選擇退縮？呢項研究最終寫成咗心態致勝 mindset 嘅理論。Carol Dweck 發現，決定成敗嘅核心，並唔係純粹嘅智力或體力嘅天賦，而是一個人對於自身能力本質嘅基本信念。Carol Dweck 嘅研究將人類嘅思維模式劃分為兩大類：定型心態 （fixed mindset） 與成長心態 （growth mindset）。呢兩種信念體系喺潛意識中運作，滲透入生活每一個角落，從學術成就到職業生涯，從運動表現到人際關係的品質。根據作者所講，人類主要有兩種心態。第一種叫做定型心態，呢種人傾向於認為一個人嘅智力、才能同性格是與生俱來、天生固定、不可改變。喺呢種想法之下，佢哋最中意嘅就係證明自己。佢哋每一次做嘢都要攞 A plan， 每一次都要表現得最叻，因為佢哋覺得如果做得唔好，就代表自己唔夠料。所以佢哋會好介意人哋點睇佢，佢哋必須不停證明自己，同時極力逃避任何可能失敗嘅挑戰。相反，成長心態嘅人認為，個人嘅基本素質可以透過後天努力、有效嘅策略同埋其他人嘅指導而不斷發展。對於佢哋嚟講，天賦僅僅只喺起跑點，而努力先喺通往進步同成功嘅必經之路。呢種信念激發咗強烈嘅學習慾望，同時令佢哋喺面對困難時可以展現出更強嘅韌性。佢哋嘅核心係進步，佢哋唔係唔中意成功，但佢哋更享受個過程。對佢哋嚟講，挫折唔係失敗，而係一個提示，叫佢哋喂，你要試下另一個方法啦。好多時我哋會好崇拜一啲天才，一講起籃球，大家一定諗起 Michael Jordan。好多人覺得佢係天生嘅籃球好手，有住優越嘅天賦。但作者話 Michael Jordan 其實係最勤力嘅運動員。佢當時係點做？原來 Michael 高中生嗰陣，甚至連校隊都入唔到。佢當時點做？如果佢係定型心態，佢可能會話：既然我冇天分，咁我以後唔打波啦。但係佢冇諗住放棄，反而每日早過所有人去練波，放學後又留低繼續練。佢成功出名之後，曾經講過：我職業生涯射失咗超過9000球，輸咗接近300場比賽，26次被委以重任去投絕殺球，但我投失咗我一生中失敗過一次又一次，而呢個就係我成功嘅原因。呢種將失敗視為養分嘅心態，就係成長心態嘅極致表現。重點係喺定型心態嘅人眼中，努力係一件醜事，因為如果你需要努力，就證明你唔夠天才。但喺成長心態人眼中，努力先至係通往卓越嘅唯一途徑。喺香港，我哋有位人稱牛下女車神李慧詩，佢喺201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女子自由車競輪賽中贏得銅牌，喺香港隊史上第3面喺奧運會中贏得嘅獎牌。2013年世錦賽，李慧詩喺500米計時賽贏得金牌，成為香港首位女子自由車世界冠軍，成為香港第4位獲得彩虹戰衣嘅運動員。你以為佢天生就擁有呢個才能？原來佢細個有貧血，先天體質已經比人差，每次比賽之前都要接受高強度訓練，訓練後佢嘅肌肉赤痛感比一般人嚴重，需更長時間恢復。2006年仲試過嚴重受傷，手腕骨碎晒。醫生甚至建議佢退役，但佢有一種海龜精神。佢話小海龜一出世就要由沙灘爬去大海，中間有無數危險，但佢哋只會不停咁爬。
李慧詩就係憑住呢種我唔覺得係犧牲，我只係想進步嘅心態，最終成為奧運獎牌得主。呢種唔係靠天賦，而係靠不死精神，不停努力去超越極限，正正係 Carol Dweck 所講嘅成長心態。書入面提到芝加哥有一間高中，如果學生啲科目唔合格，成績表上面唔會寫 fail 不及格，而係寫 not yet 未得住。呢個分別好大。如果你得到一個 fail，你會覺得自己已經失敗，做唔到。但如果你得到一個 not yet，你會知道你只係仲未合格啫，仲未 not yet。呢個詞語會打開你大腦嘅可能性。等你知道而家嘅狀態只係暫時嘅，你個腦就會由關機狀態變返做搜索解決方案嘅狀態。當你下次同自己講我唔識做呢份 report， 我唔識講英文，或者我唔識寫 program 嘅時候，請你喺後面加多一個 magic word， 仲未 not yet， 我仲未識做，我仲未掌握到，等個腦唔好咁快熄機。作者話每個人睇落其實都同時存在呢兩種心態。當你準備做一項新挑戰，你內心一定有個聲音喺度講唔好搞啦，一陣做唔好咪好樣衰。呢個就係你嘅定型人格。你要做嘅係幫呢個人格改個名，例如叫佢驚青鬼，然後同佢對話。當佢話你會失敗喎，你就用成長心態回佢，就算失敗我都學到嘢，咁樣就唔算輸啦。然後將呢種心態嘅轉換變成一個每日嘅自我覺察練習。書入面有個好出名嘅實驗，作者請咗一班5年級嘅學生去做拼圖題目。第一輪題目好簡單，做完之後佢將學生分開2組去讚。第一組學生佢讚佢哋聰明，即係話哇，你攞到8分呀，你一定係好聰明啦吓。而第二組學生佢讚佢哋努力，即係話哇，你一定係付出咗好大努力先做到咁好喎。結果係點？當第二輪題目變到好難嘅時候，嗰組被讚聰明嘅學生開始焦慮，佢哋覺得自己唔再聰明啦，甚至會喺最後報分嘅時候講大話，想維持自己個天才形象。而嗰組被讚努力嘅學生呢，佢哋竟然好享受喎，仲話想帶啲難嘅題目返屋企練習喎。呢個實驗話俾我哋聽，讚美方式係會直接影響一個人嘅思維模型。喺香港呢個競爭咁大，成日都話要贏在起跑線嘅地方，好多家長最中意讚小朋友你好叻、好聰明呀。但呢種讚美其實係一種毒藥，會喺小朋友潛意識中建立一套邏輯，成功等於聰明，令到小朋友好怕失敗，因為失敗咗就代表唔再叻，咁會導致小朋友喺遇到困難時，為咗維持聰明嘅標籤而選擇逃避挑戰。下次大家想讚孩子嘅時候，可以描述翻佢做嘅事情出嚟，加上有咩品格特質喺裏面，強調孩子進步嘅地方，把注意力放喺過程而唔喺結果上。同時要俾孩子知道，錯誤喺學習過程中不可缺少嘅一部分，失敗只係未成功。到底才能、聰明係咪天生固定嘅呢？現代神經科學嘅研究顯示，人類大腦中的神經元連結並唔係固定，而係具有高度嘅可塑性。當一個人喺學習新知識、克服新挑戰時，大腦皮層嘅突觸會發生結構性改變，建立起新的信號傳導路徑。即係大腦好似肌肉咁，當你用佢越挑戰得多，你嘅心智去嘗試同學習新事物，佢就會改變，會成長，會變得更強壯。然後你以前覺得難嘅事，都會變得容易。最後同大家嚟個總結，思維模式先至喺未來嘅核心競爭力。心態致勝呢本書嘅理論，最大嘅貢獻就係將成功的定義由天賦嘅整定，轉為係可以透過努力而去達到。喺全球化與 AI 技術發展快速嘅今日，一個人嘅學習能力同適應能力比佢擁有嘅天賦更為重要。對於我哋嚟講，重新審視傳統嘅成功學，將關注點由結果標籤轉移到成長過程，唔單止可以緩解焦慮，仲可以提升創造力。
無論喺家長喺教導孩子、領導層管理團隊，或者喺個人創業，擁抱成長心態，尤其是嗰句 magic word 仲未 not yet，將會喺開啟無限潛能嘅唯一鑰匙。我相信當一個社會開始讚美努力而唔係天賦，開始擁抱挑戰而唔係名次嘅時候，真正嘅進步先至會發生。多謝大家收聽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幫到你，記得 subscribe 俾個 like，同埋分享俾一個你覺得需要成長心態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